我哋而家咧就會做一個實驗嘅展示，一個就係立邦直水兒童漆，一個就係市面一般嘅乳膠漆，睇下佢哋表現係點樣樣啦。身為家長嘅我，屋企有小朋友同埋寵物，最頭痛嘅咧就係莫過於小朋友將屋企嘅牆身當做畫板啊，畫到牆身一笪笪，又或者寵物咧情不自禁屙到周圍都係一陣味。另一樣頭痛嘅咧就係啲隱形嘅威脅啊，就好似嗰啲甲醛啊、病毒啊、細菌啊呢啲防不勝防嘅嘢。想一次過解決晒呢啲問題，我哋今日咧就會做幾個測試，實測呢一款多功能全效室內乳膠漆，睇下佢點樣做到守護你全家。今次要實測嘅就係立邦嘅新產品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佢特別適合過敏人士，仲集合咗分解甲醛啦、抗病毒啦同埋一級抗污三大超強功能。嗱，但係口講無憑，我哋即刻測試俾大家睇。嗱，甲醛影響健康咧就係人都知㗎啦。咁今日我哋實測呢一款立邦嘅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咧，就加入咗獨特嘅光觸媒技術，佢可以喺24小時持續咁樣去分解甲醛。嗱，咁我哋幾日之前咧已經預備咗兩個膠箱，咁佢哋各自咧就擺咗幾塊木板，一個就塗滿咗一般嘅乳膠漆啦，一個就塗滿咗立邦嘅直水兒童漆啦，都加入咗兩條嘅木條，上面就塗咗偽水，去模擬翻一般我哋訂造家私咧都會有一啲驅蟲會釋放甲醛嘅一啲嘅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喺入邊。咁你睇一睇兩者嘅 VOC 含量同埋甲醛含量有咩分別啦？咁而家甲醛同 TVOC 咧都接近0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佢擺落去做5分鐘嘅測試。咁一般乳膠漆呢一個膠箱，甲醛0.118，TVOC 就係1.036，立邦直水兒童漆指數咧甲醛0.088，TVOC 0.757。喺同樣嘅實驗環境下，我哋唯一唔同嘅就係4個木板，我哋搽咗立邦嗰個嘅直水兒童漆，佢已經能夠有效咁樣令到嗰個甲醛同埋 TVOC 嗰個嘅指數大幅下降。咁你諗下屋企裏邊，你4面牆如果油晒呢個乳膠漆，再加上光觸媒喺太陽光之下可以產生光催化作用，分解甲醛。喺夜晚有室內燈都能夠持久運作，咁你屋企咧就可以對甲醛同埋 TVOC 有一個持久嘅防護啦。嗱，如果屋企有養寵物，又或者屋企有人食煙嘅話咧，最怕就係嗰啲味道殘留喺牆身啊。經測試證實，呢款兒童漆對於尼古丁、乙酸、硫化氫等等嘅化學物質嘅去除率咧係超過80% 嘅，咁就可以有效咁樣減低煙味啦、尿味啦、臭雞蛋味呢啲難聞嘅氣味，保持空氣清新。甲醛對身體有害，細菌病毒都唔可以忽視嘅。立邦直水兒童漆特別加入咗銀離子抗病毒技術，能夠殺滅多種常見病毒，例如甲型流感病毒、人類冠狀病毒，再加上有效抗菌99.9%，可以有效咁抵禦一共22種常見嘅細菌同埋霉菌。對於有小朋友、長者或者易敏感人士嘅家庭嚟講咧，就特別安心啦。嗱，小朋友嘅創意咧，好多時都發揮咗喺牆身度噶。咁我哋而家咧就模擬3大家居災難，分別就係果汁、豉油同埋水彩。咁我哋睇一睇咧，立邦直水兒童漆同埋一般嘅乳膠漆有咩唔同啦？好啦，咁我哋首先由果汁開始，立邦同埋一般嘅乳膠漆。左邊咧就係立邦乳膠漆，佢嗰個水滴咧係好似完全唔黐落去嗰個嘅漆膜上面嘅。咁我輕輕一抹咧，佢已經冇咗果汁痕噶啦。咁到一般乳膠漆咯喎，嗱，你見到咧佢好似已經索咗入去咁樣樣，一抹咧你就知啦。你見到個印喺呢度噶，喺比較之下咧，你就見到其實啲污漬會唔會索咗落漆膜入邊嗰個比較。好啦，咁我哋第二個測試咧就去試下呢一個豉油咯喎。嗱，你見到咧其實佢唔係好索落去噶。嗱，到一般嘅乳膠漆，基本上就抹到成個牆都係豉油漬嚟嘅。嗱，咁最後咧我哋測試埋水彩，咁我哋咧就用濕紙巾又抹一抹啦。嗱，比較之下咧，首先就係有冇索落去啦。咁一方面你會見到有殘留啦。嗱，我哋講緊嗰個1級抗污特性咧，其實除咗佢嗰個內抗污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內擦洗啊。佢嗰個嘅內擦洗嘅次數超過6萬次。咁即係話咧，你捽佢嘅時候咧，你會感覺到佢個漆膜係完全唔會受損嘅。咁相比一般乳膠漆咧，你捽下去咧，你覺得好似越嚟越薄咁樣樣咧。咁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嗱，牆身日久失修，又或者經歷天氣冷縮熱脹咧，一啲質量普通嘅乳膠漆就會容易出現裂縫。咁所以油漆嘅柔韌性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嗱，我哋而家咧就會做一個實驗嘅展示。我哋預先將乳膠漆塗抹咗喺氣球嘅表面，一個就係立邦直水兒童漆，一個就係市面一般嘅乳膠漆。咁我哋陣間咧就會放氣，睇下個漆膜喺放氣嘅情況下，佢哋嘅表現係點樣樣啦。嗱，首先進行測試嘅咧就係一般乳膠漆。咁我哋而家咧就將個氣壓釋放啦。嗱，見到一路放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已經裂到好嚴重啦。嗱，你見到啲碎咧，基本上好似雪花咁樣彈落嚟啦。你諗下，如果喺
冷縮熱脹嘅情況下啦，你屋企嘅牆身變成咁咧，咁都相當之嚴重噶。第二個進行測試嘅咧就係立邦直水兒童漆啦。咁我而家就開始放氣嗱，咁你見到咧係完全冇碎跌落嚟噶，就算我撳佢啦、揸佢啦，基本上咧佢都係一體嘅。咁同呢一個嘅效果就完全唔同啊！你想象一下咧，喺天氣變化嘅時候，如果個漆膜係比較油韌嘅，咁喺牆壁有拉扯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 hold 得住，唔會咁容易出現裂縫。咁你嘅牆身就可以更加歷久常新，更加靚仔啦。其實整個立邦抗甲醛靜美兒童漆系列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可以滿足唔同家庭成員嘅需要。呢款靜美兒童漆咧，佢集合咗分解甲醛、一級抗污同埋抗菌功能，係非常穩陣嘅入門首選。如果想健康防護升級，就可以揀抗病毒靜美兒童漆。佢有齊靜美兒童漆嘅優點之餘咧，特別再加入咗銀離子抗病毒技術，能夠有效對抗甲型流感啦、腸道病毒等等。抗菌能力加強，防護更全面。如果對家居美學有更高要求咧，就可以揀呢一個兒童漆小羊皮效果漆。佢除咗有齊以上嘅功能之外，仲帶嚟藝術質感同埋獨特嘅紋理、美感同埋功能性兼備。而今日我哋實測嘅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咧，就係集合晒以上咁多功能之餘，再加上光觸媒、分解甲醛兼除味，效能更加全面。佢仲通過咗 ASL 哮喘和過敏人群友好認證，以及多項國際認證，特別適合屋企有哮喘同埋容易過敏嘅人士。嗱，由隱形嘅健康威脅去到睇得到嘅日常污漬，立邦抗甲醛靜美兒童漆系列咧都全方位咁應付到。而特別係今日我哋實測嘅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咧，絕對係有小朋友啦、孕婦、長者、容易過敏人士同埋飼養寵物家庭嘅升級首選。以一個500零尺嘅單位為例啦，全屋油漆嘅工程大概年工包料2萬幾蚊。如果你用呢個新產品嘅話咧，油漆成本大約係多2000蚊，咁你就可以為全屋嘅牆身嘅防護全面 upgrade 啦。性價比高，仲有好多顏色可以揀添。想趁住年尾輕裝修 DIY 油靚幅牆，你識揀啦〜